壓力一到，你第一時間會做咩呢？揾嘢食、買嘢、鬧人？有冇諗過可能有其他更好、更建設性嘅方法呢？大家好，又係我 Frankie 喺心照減壓站同大家分享靜觀減壓嘅小貼士啦。今個星期係精神健康關注週，主題係採取行動，希望提高大家對身心健康嘅關注嘅。面對壓力，大家通常會有啲習慣去即時令自己好過啲嘅，好似飲酒啦、食零食啦、揾人傾偈等等，呢啲行為都好正常嘅。但係其實可能只係幫到你喺呢一刻感覺良好，長遠未必真係有用，甚至可能令情況更加差嘅添喎。好似酗酒啦、暴飲暴食等等，都係一啲唔健康回應壓力嘅習慣嚟嘅。如果我哋知道自己嘅慣性，就可以打破呢啲模式，睇清楚自己有咩選擇啦。下一次遇到壓力嘅時候，試下將注意力放返喺身體最穩定嘅地方，感受一下自己嘅情緒，唔需要急住反應嘅，留返少少空間俾自己，睇清楚自己嗰刻真正嘅需要，咁就有機會用更加健康同合適嘅方法去回應壓力啦。如果你想有系統咁樣學習靜觀嘅技巧，幫自己調節情緒，我哋會喺6月10號舉行一場免費嘅靜觀簡介會，到時會介紹一下由牛津靜觀基金設計嘅8星期生活中嘅靜觀課程。而家仲有早鳥優惠添，只要喺5月21號之前報名就可以減200蚊啦。想報名或者查詢，可以去我哋嘅網站，或者直接 WhatsApp 我哋94613944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嘅，記住 Like、Share 同埋 Follow 我哋啊！多謝支持。